來是立法院的便當最近將做話題。民進黨的立委林淑芬日前來海餐，講立法院的便當100塊，真寒酸，閣真歹食。閣有袂少人是走到行政院去換便當，互立法院是真無尊嚴。林淑芬事後閣來駁回講，伊的意思毋是要食較貴的便當，伊是希望立法院的採工制度愛對時代來進步。我是來這裡替立法院的尊嚴講2句話啦。民進黨立委林淑芬雄雄出現，要替立法院便當討公道。大家攏咧換便當啦，立法院的便當足歹食，100塊，在民間嘛無100塊便當啊，能看嗎？那是尊嚴的問題啦。林淑芬人未前坐落，就一直吐連涎，邊啊這個角如菌、林外琴，人食甲真有滋味。邊啊共黨立委賴慧媛趕緊提出一個便當，愛林淑芬趕緊吃。那我在現場也就埋頭苦吃了哦，因為其實，不管對阿仔來講，一顆滷蛋就很好吃了哈。立法院便當到底有偌歹食？佇網絡引起熱烈的討論。針對這點，林淑芬是澄清講，真正希望討論的是立法院會議便當採購的制度長期攏無調整，已經產生真濟實務的問題。需要立法院重視，包括檢討會議便當採購的單價上限，研究縮短付款的周期，也是提供更較有春秋性的付款方式，提供業者意願，才袂時常出現委員會人員甲行政院各部會交換便當情形。你看，司法部提供便當有魚、有蝦、有雞腿。那立法院便當是有一塊大排骨甲其他的配菜，有關委員的意見，立法院攏有聽到。聲明講將會參考其他機關的採購單價去檢討，袂閣互這100塊的便當去影響到立法院的尊嚴。